1650獨贏大熱係1準備，位置都係佢大熱㗎啦1。冷門起飛係11啊，12號都係。好啦，黃旗亦都企。 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咧，見到中間位置係冠寶區嚟㗎。淺藍衫外邊領航才子啊，咁啊入邊呢8號嗰隻白衫呢就神驅馬靈啦，內藍粉紅衫啊風繼續吹啦，紫色衫入邊嗰匹大約5、6位到啦，仲有論文啊，最出歡喜福星嚟㗎。咁啊落後個零身位到啦，跟住個第7位東來欣賞內藍第8黃衫黃帽就馬珠紅風啊，後邊4匹馬加州活力響尾4啊，尾3紅衫內藍就都靈勇士啦，後邊2匹馬有標誌星球同埋紅衫紅帽嗰隻係加力寶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。 神驅馬靈就放咗出嚟嘅，響外邊開始走上去啦，就係嗰隻歡喜福星啊！領航才子啊，跟住個第3，落後1個身位到啦。第4位嘅馬有冠寶區，內欄第5啊，粉紅衫、粉紅眼罩，風繼續出去進佔第4位添。跟住個第6位紫色衫係論文啊，後邊個6匹馬啦，咁啊分別有東來欣賞馬珠紅風啊，尾4紫色眼罩係呢隻加州活力走出去啦，後邊嘅馬尾3內欄就都靈勇士啦，後邊2隻標誌星球同埋加力寶嚟㗎。好啦，過埋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咁啊前面都應該係快咗少少㗎啦，歡喜福星就放咗出嚟嘅，神驅馬靈就第2位，外邊加州活力走咗上去啦。咁啊再見到第4位有風繼續吹啊，中間淺藍帽第5位領航才子，外邊論文啊，最出嗰邊有東來欣賞同埋都靈勇士偷入邊上就馬珠紅風啊，最後200厘米啦，加州活力咧咁啊入彎走甩你先啊，即係嚟咗個幾2個馬位添啊，後邊話神驅馬靈啦，大愛東啊，標誌星球追上嚟喎，中間位置仲有都靈勇士風繼續吹，接近終點加州活力手腳野馬跑第2名嘅馬咧就神驅馬靈，第3名外邊追上嚟有標誌星球，第4名嘅馬咧係都靈勇士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喺對面直路尾左右啦，原本處於一個比較被動啲嘅位置，加州活力咁啊就喺嗰個時候走上去入彎就已經帶咗出嚟，結果就拋甩野馬，跑第2名神驅馬靈，第3追好多㗎，咁啊外邊嗰匹呢就係標誌星球啦，咁啊第4名都靈勇士。加州活力埋門落到5倍飛格得手啊！鍾易禮告東尼，在加州動完之後再添一隻連接馬，跑到2神驅馬靈第3標誌星球都。